刘亲爱姐，大家平安。博利已经介入伫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咱就用心来祈祷，恳求上帝帮助，互即个博利无抗赢伫遮的选举的过程。咱的确想要知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底真相是什么货？咱每一个人拢希望知影真的代志。因为真神美是咱人类所追求重要价值。真神美中间，真搁排伫介头前。基督教的信仰相信也重视真理，所以要求信徒你着离开偶像崇拜，爱服侍迄个搁真搁活的上帝。因为真理是上帝的本质。一个上帝若毋是真的，就毋是上帝，是偶像。咱像偶像做偶像，是因为伊毋是真的上帝，却互人诚做真的上帝伫崇拜。基督教信仰中间常常有一句话咧提醒咱：咱毋通将真的上帝当作是假神伫拜，毋通将假神当作真神伫拜。咱的主耶稣基督非常重视真理，伊安尼讲：你若常常踮伫我的道理，就是我的学生。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真理甲咱的生命遮尔要紧，因为有真理，才有真正的自由。耶稣阁宣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若无通过我，无人会通到爸遐去。耶稣伊家己本身讲，我就是真理，是因为伊的真理是一条道路，帮助咱行往上帝的一条道路。伊的真理是活命，相信人丰盛活命的一个真理。当论到伫圣神，耶稣称圣神是真理的神。伊讲，当真理的神若到，伊就要引带恁进入一切的真理。咱若要明白真理，特别是关于上帝、关于耶稣基督、关于咱个人生命的救恩的真理，那安尼，咱就需要真理的圣神来教导咱。真理这个字，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坚定、持久、无改变。就字面意思来看，所谓的真理，就是永远袂改变、坚固、信实。常时因为这个缘故，会通成做咱的瓦壳。真理这个字伫希腊文较特别，阿咧泰呀，意思是讲无有掠杂，无有暗藏。真理的状态就是将原本掠杂、暗藏的状态，甲伊扫除，将这个暗藏刷开，将这个掠杂甲伊掀开，互这个被暗藏掠杂的真相来显露出来。咱人的心灵常常互这事物所掠杂、所暗藏，互一寡表面的现象所欺骗，致到咱有的时阵无明白真理。当真理的神来，要将这个掠杂、将这个掠藏来甲伊刷开。伫一个已经互错误的思想所掠杂、所暗藏、所误导的世代内面，要传讲上帝国的福音的真理。该起头就爱将已经有存在这个错误、这个掠杂、甲这个严看，伫这个所在来甲伊去除，才会通互人看到真实的内容。对这个错误到伫正确的过程，咱讲是一个指正、指正的过程。但耶稣伫这段经文中间安尼讲，当真理的圣神到的时阵，伊要做指正的工作。咱台语的圣经翻译是讲。圣神来要用罪、用义、用审判来指正这个世间。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是讲，圣灵来是要使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且有一个关键性的希腊文这个字 “elekho”， 伊的意思就是讲暴露、显露，也是讲指正、说服。责备、纠正，也是讲刑罚等等这个含义。当然，如果咱从这个字
甲着伫即段经文中间所出现的圣神，伊是做保惠师，伊是做审判的时阵一个辩护律师。上时将即个字甲着真理、甲着法院的审判三角牵连做伙时阵，咱会通对即个经文了解搁较深入。意思是讲，圣神来的时阵，伊要来显明真理，伊要来暴露罪恶，来指正人的罪行，来说服证人，互人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原本所毋对错误的观念，会通得到纠正。上时伫即个纠正中间，人会为着家己的错误来责备家己。啊，即个所在有关系三项的物件，第一项是关于罪。圣神来要互世间人了解，原来因对着罪的错误有一寡错误。罪是虾米货？伫希伯来文甲希腊文中间，罪意思就是讲无达到即个目标，也是讲偏离即个目标。上帝想使人改命律法，抑阁有人的良心，是要互人的所行所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标准。总是人袂当达到即个目标，偏离即个标准的时阵，这就是罪。所以罪毋仅是伫行为上有道德上的过错，罪本质上就是人违反上帝，无信上帝，抵抗上帝，离开上帝为着伊所定的即个目标。上帝差遣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即个世间，传扬上帝国福音。即个世间毋仅是无相信伊，无接受伊，上时阁反抗伊，最后将伊钉死伫十字架顶。这拄拄是人的罪的本质，所以耶稣讲，圣神来要互人指正家己为罪，是因为因无信我。伫当初时，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以及当初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帝国的这位巡抚彼拉多，因无信上帝，因无信耶稣，上时将耶稣看作是一个罪人，最后是用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罪名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因认为因安尼做是对，甚至有一寡犹太人认为讲因安尼做是咧服侍上帝。总是当圣神来的时阵，要指正因，要指正世间人，互因知因安尼做实在是错误。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囝赏赐互因，要互一切相信伊的人，无抵到伫灭亡，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上帝找伊的囝降世，毋是要定世间人的罪，是要互世间人因为伊来得到救。所以信伊的人就无定罪，若无信伊的人，因为因的无信，罪来定，因为因无信上帝独生囝的名。但耶稣伫即个世间，甲要紧的工作，就是传扬上帝国福音，互咱明白上帝的拯救。伊惊这新约技术来显明，伊家己本身是天父上帝所赐。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是上帝为着人所备办的救恩，是上帝人所彰显伊的疼。只要人单纯来相信，真心来接受，就会通罪得到赦免，得到拯救，上时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总是伫当初时，这犹太人甲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毋仅是无相信伊，无接受伊，抵敌伊，陷害伊，拒绝上帝的救恩，看见上帝对着因的疼，互因家己陷入搁较大的罪。当圣神来要做一项事，就是要指出因的错误。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门徒遇到当初时倒来到耶路撒冷守节这犹太人来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这犹太人感觉内心刺痛，因发现因知影原来钉死耶稣这是一个足大的罪行。有时阵咱有犯罪，咱家己毋知影；有时阵咱犯罪了，咱知影家己有罪，但是咱无愿意承认。咱是想尽办法，为着家己来掠责，为着家己来辩护，为着家己来脱罪。伫法庭中间，介常常听的就是讲，我无罪，我无犯罪。监狱内底关足侪人，拢讲我是无罪人。所以圣神来，拄拄要暴露咱犯罪的事实，互咱感觉心内刺痛，不得不承认咱家己是有罪。每一届当咱伫每一件代志顶悬犯罪的时阵，圣神来
是要伫咱的良心发出声音，互咱感觉良心不安。咱的良心也咧甲咱讲，安尼做是毋对。圣神通过咱的良心咧指正咱，也咧责备咱。律法有一个功用，就是甲咱定什么是罪，什么是义。律法会通帮助人知影什么是罪，但是律法伊的功效有限，伊无法度互人知影罪了后去认罪。律法嘛无法度互人认罪了后，甲人赦罪。总是圣神来，毋定是要互人，毋定是知影罪，也要引带人承认家己是罪人，同时通过耶稣基督救恩来互人得到赦罪。一个人理性上伊知影罪，但是无拄拄会承认家己有罪。圣神来工作，就是要互人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会通承认伊家己是一个罪人。倪匡，伊是一个出名香港的四大才子，甲即个金庸齐名。伊是科幻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的作家，伊拢总有写156本册。伊原本无相信上帝，总是有一位姊妹受到上帝的感动，甲伊无熟悉，总是有受感动，所以就常常寄一寡福音见证的文章互倪匡。两人无熟悉，所以伊嘛毋知影啥物人叫做梁上言。伊寄遮的物件互伊，伊嘛从来无咧看。那倪匡伊真够写作，写156本册不得了。伊也因为够写作，所以嘛不只够趁钱，嘛不只有名声，被人称作是才子。总是伊讲，我的人生并无快乐，常常感觉我无活落去的意义。伊的话安尼讲。伊讲，因为每一个人的明仔载，拢是今仔日的翻版，后日阁是明仔日的翻版。诚做一个人，伊的生活甲一只虫共款，阁有啥物趣味通去讲？伊甚至绝望到伫想要对伊所徛起的25楼，对25楼该跳落去，准备要自杀。几啊届，伊拢想要自杀。有一回伊要自杀的时阵，伊想去到，敢若有人寄物件互我。我过去拢无看，我来甲读看卖。开始读的时阵，伊发现这个内面有物件，也因为这个见证的文章，伊开始去读圣经，伊开始相信检测有一位上帝，然后伊开始读圣经，伊讲这内面检测有真理。伊开始慕道，开始认真追求真理。伊每一届去上慕道班，伊就爱对香港坐飞机到伫台北来上课。到伫1986年，伊51岁，迄一当的国外节，伊对台北即个林森南路的礼拜堂来接受洗礼。伊受洗成做基督徒。伫伊受洗一天，伊坐飞机来到伫台湾，伫机场拄到记者，记者真好奇讲：你来台湾创啥物货？伊讲我要来接受洗礼。记者知影伊足爱啉酒，就讲：你要去教会哦，教会可能爱消毒哦。有一回，牧师爱开喙来祈祷，伊想到伊家己一生中间介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无法度解决酒的问题。伊常常啉酒醉，啉落去就醉茫茫，所以就大声祈祷讲：上帝啊，我的酒瘾，互我真痛苦，我也无要互即个酒安尼控制我一世人。奇妙的就是，当伊有心追求真理，也较无真理，上帝祈祷了后，对迄面开始。伊无搁再啉酒，这个信念连伊家己本身也难以相信。落尾毋但是伊的酒改掉，连伊的婚也改掉。有一年伫香港有一个册店，记者问伊讲：倪匡先生，你原本的信佛教，尾仔卡来信耶稣？伊安尼讲：确实，我原本相信佛教吼，毋过佛教的经典上过济，遮尔深哦，我遮文大吼，读无啦。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真简单，圣经内面只有一个关键性的字：信。你只要信，你就通得到。伫台湾有一个出名民主运动的先生，叫做彭明敏先生。伊是伫台大做教授，巴黎大学的即个国际法的即个博士，倒来到伫台大做政治系教授，伫遐造就真侪重要的遮的即个国际法的学者，通我讲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
伊的父母拢是虔诚的信徒，伊细汉的时阵嘛捌去教会，拢是后来因为参与伫政治的缘故，所以渐渐离开这个信仰。到伫伊年老的时阵，伊倒伫病床，伊邀请一个伊所敬重的牧师到伫伊的病床，单独甲这个牧师讲话。伊手牵着这个牧师的手，连续4届对这个牧师讲：牧师。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伊忏悔认罪，接受洗礼，这是圣神的工作。和一个较有理性的人，一世人参与遮尔济重要民主运动的一个理性的人，到日落尾，伊完知影这样事，人。爱伫上帝面前认罪。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上帝荣耀，这是一个关于圣经中间关于罪的真理。圣神来要互世间人明白关于罪的真理。世间人原本认为家己毋是罪人，甚至认为讲家己是一个义人，就是圣神要互伊知，你的自义就是种的罪。一个人的自义。互人无认捌上帝，无相信耶稣，自义就是人伫上帝面前要用伊的义较盘过上帝的义。圣神来要互人知影，上是承认伊的自义，就是一种无相信上帝的罪。圣神暴露这个真理，想要互甘看这个真理的人，不得不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的过失。教罪三对。三对的就是义。那圣神来，毋但是要指正人关于罪的观念，也要互世间人知影关于义的真理。义这个字，伫希伯来文就是正直、正确、公平。上帝是公义，人照着伊的形象所创造，所以上帝要求人也着行公义，遵守伊公义的旨意。伫希腊文。这个义是甲法院有关联，伫法院中间，经过法官公正的审查，你若无违背律法，经过公义公平的审判了后，宣判你无罪，那呢，你就是有义。对人的本质来看，世间人拢犯罪，人人拢有罪性。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鼻孔压落的无一个好人。法庭的宣判只不过是甲你宣判讲你外遮的罪无安尼尔，总是有可能你有罪，但是法院宣判你无罪。但是真正的无罪，要安怎会通到底真正的无罪？无一人会通达到。总是有一种的无罪是上帝判断你无罪。上帝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因为伊所成的公义来判你无罪，因为你伫耶稣基督内面。犹太宗教的领袖，甲着当初是罗马政权以及因所影响的世间人，当初是认为耶稣是一个罪人，所以将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互人钉十字架，互世间人认为伊是上帝所刑罚、上帝所弃杀，甚至是上帝所救助的人。但是，毋是所有的人拢安尼了解。有一寡人，因看去耶稣的一生，听去耶稣的教导，因知影一项事。有一位秘书长，当伊看去耶稣被钉十字架，伊所成就一切事的时阵，伊归荣耀互上帝讲：这个人真正是一个义人。毋但是这个秘书长见证耶稣是一个义人，圣神来也要为着耶稣做见证。耶稣毋是罪犯，伊是义人。伊毋但是成全上帝的义，对上帝来，像是佮倒去上帝的所在。圣神要互世间人知，耶稣对天父上帝来，然后佮对天父上帝遐去。上帝无有刑罚伊，无弃杀伊，嘛无救助伊，反倒当上帝要将伊升做至权，互伊坐伫上帝正边，入伊做主、做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往父上帝遐去，伊必须要离开这学生。对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忧伤的代志。总是耶稣要离开进前，就甲学生讲：我去是对恁有利益，
因为我去要找圣神来到伫恁中间。伊要找圣神来到伫门徒中间，是要互门徒知耶稣倒去到伫爸遐去，是要做信徒甲上帝中间的一个中保。耶稣是中保，中保意思是讲你徛伫中央的所在，徛伫倒一个中央，徛伫上帝甲世间人的中央。徛伫上帝甲世间人中央，所以伊要将咱的性命甲着上帝三角结连，互咱无底到伫灭亡，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当咱承认咱家己是一个罪人，必须要接受公义的审判时阵，这个中保要为着咱做辩护，因为是中保，伊是保惠师，伊是辩护者。因为讲我用家己的性命诚做赎价，要为着恁洗清所有的罪责，互恁会通得到无罪。但搁我的主倒去到伫爸迄个所在去，找显圣神来到伫门徒中间。这个圣神耶稣讲，伊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中保。如果讲耶稣是徛伫上帝甲咱中间，那安尼圣神咧，圣神是徛伫基督甲咱的中间。耶稣这位中保将咱的生命甲上帝的生命三角结连做伙，那是圣神是要将耶稣基督的生甲死，甲咱抑个活的时阵的生甲死关联做伙。咱若甲基督同齐死，咱就要甲基督同齐个活。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咱拢诚做主的人。所以就罪的真理来讲，圣经互咱知影罪的真理，互咱承认咱家己是一个罪人。那就义的真理来讲，圣神是要互所有真实认罪悔改的人，互咱确信一项事，什么事？就是咱会通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来因信称罪义。圣神要互咱知影，耶稣原本无罪，总是上帝互迄个无罪的替咱成做罪，是要互咱伫伊内面成做上帝的义。圣神要互咱知影一项甲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真理。耶稣伫十字架顶成全上帝的义，上帝也互伊成做咱的义。除了罪甲义以外，还佫有一项就是审判。审判，圣神来也要甲咱讲关于审判的真理。审判意思伫希伯来文甲希腊文，拢是讲照着公平正义所做成的一个判决甲审判，也是讲判断。无论定人的罪，也是清人罪义，这拢是审判的工作。有罪人被判有罪，爱遭受到刑罚；有义的人被称罪义，爱得到讨报。那圣神来，也是要指正人关的罪、关的义的了解，同时也要互世间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审判。世间人原本认为耶稣是审判，也同时认为这个世界政治的权力、宗教的权力会通来审判耶稣。耶稣捌受到群众非理性的审判，这个群众被煽动了后，因大声喊话讲：“定伊十字架，定伊十字架。”耶稣也捌受到宗教性的审判，伊伫两个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一个是前任的大祭司叫做亚那，另外一个是现任的大祭司叫做该亚法。这个人有亲戚关系，亚那伊是该亚法的丈人，亚那互人甲伊这个除掉伊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总是伊栽培伊的囝婿该亚法，所以该亚法希望做大祭司，只不过是伊的家里翁仔尔。该亚法伊原本就有一个规矩，伊教着当初时犹太公会这议员已经参详好势，因要掠耶稣，连来陷害伊，因使用这假见证人来做假见证，要陷害耶稣。该亚法审判耶稣，然后伊断定讲耶稣亵渎上帝这个罪，所以就爱判死刑。当这时犹太公会无权利会通执行这个死刑，所以因就将耶稣移送到伫罗马的总督彼拉多来接受审判。彼拉多拥有政治的权力，会通撤销犹太公会所通过的死刑。若是这个死刑无道理，总是这祭司煽动当初是这犹太人编造搁较侪的白贼话来控告耶稣。因讲我毋捌看见这个人引诱阮的百姓，禁止人纳税互该撒。伊佫讲家己是基督，
是王。所以彼得多就审判耶稣，这个审判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审判。在这个审判中间，咱要看起什么是真正的审判，什么是假的审判。彼得多问耶稣讲：“敢讲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回答讲：“这是你家己讲的，也是别人论到我的时阵对你所讲。”彼得多佫讲：“我毋是犹太人，总是你本国的人，甲这市长将你交互我。”当你做甚物歹代志？耶稣对伊回答讲：“我的国无属伫即个世间，我的国若属伫即个世间，我的采用的确来征战，免得我互人交伫犹太人，也免得我互人交伫你。”彼得多佮对伊讲：“你若安尼讲，安尼你就是王咯。”耶稣回答讲：“讲王的是你，你讲我是王。我为着即个代志来出世，也为着即个代志临到伫世间。”要替真理做干净，人若属伫真理，就会听见我的声。彼得多听见真理这两字，用非常轻视、藐视的态度回答讲：真理是甚物货？显然，彼得多无相信有真理，伊嘛无要追求真理。伊虽望查不出耶稣有甚物款的过失，伊虽望有权会通无罪来讨谤耶稣，总是。伊为着家己政治的权力，伊无顾公义，落尾伊判耶稣死刑。这是一个假审判，是一个错误审判。耶稣讲，为着审判的缘故，恁爱知，这个世界王已经受到审判。这个世界王到底是甚物人？耶稣伫约翰福音书中间所记载，论到第12个审判甲死亡的时阵，已经指出一项：世间的王已经要到。总是这个世间的王，伫我是无所有。意思是讲，世间的王虽望临到，总是伊袂通抵挡我所要完成上帝国的使命。耶稣佫讲，对即只开始，这个世间要受到审判。伫这个世间中间的王，也要受到赶出。我若受举起离开这个地，就要引带众人来上群我。意思是讲，当耶稣伫这个世间受审判的时刻。这个时刻也是这个世间受到审判。当这个世间的王要审判伊的时阵，这个世间的王也受到审判，像是要被赶出。当耶稣受审判，被定死个，这个世间的王彻底想要毁灭耶稣的时阵，要世间人放弃耶稣、弃杀耶稣的时阵，伊袂当想到的，就是耶稣反倒转，互上帝所高举，上时要吸引万百姓来归向伫伊。圣经来要指出一项事，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审判耶稣，这是一个错误审判。这个世界王发动群众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来审判耶稣，但是这个无公义的审判，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误用。总是这个原本要审判耶稣、要除掉耶稣这个世间的性命，互人无搁再军队耶稣，到伫落尾。却是互耶稣对地面上受高举，然后吸引万百姓来归向伫伊。真正受审判的，毋是耶稣，是这个世界王。当耶稣被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也就是这个世界王要被赶走的时阵。十字架原本是这个世间的王要来审判耶稣的一个记号，反倒当是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号。兄弟姊妹，爱记住。十字架是一个审判记号。对死国活耶稣基督，伊用死来废无有死的关系的王，就是魔鬼。这个世界王受到审判，这个世界王被判决有罪，伊所动用的群众，伊所拥护者的宗教的领袖甲政客，也拢要被判有罪。咱来读到伫启示录，咱就愈清楚这个审判。启示录介重要信息要甲咱讲。这个世界王已经被定罪，已经受审判，已经被打败，已经被赶走，要陷落伫无底坑，最后要陷落伫火湖。若是活伫这个撒旦的威胁下面，无认捌真理，继续互这个撒旦威胁的人，受伊的印记，军队伊敬拜伊的人，落尾也要受到审判，要陷入火湖，受永远的刑罚。保罗先生讲了非常的清楚，伊讲。这个毋知影的时代，
上帝无救赎，总是当伊有命令，逐世代人拢着反悔，因有定到一日，伊要用伊所设立的人，照着公义来审判天下，是要对世人中搁活，互正人有通信的凭据。换一句话讲，有一天，咱拢爱面对所有的大审判。有一天，当咱死的时阵，咱爱面对审判。上时有一天，咱拢爱面对上帝对着世间人的大审判。当这个审判临到的时阵，你徛会牢无？咱徛会牢无？弟兄姊妹，真理的圣神来了，伊要伫人的心中间做几项工作，其中就是这个指正的工作。伊要互人对着罪、对着义、对着审判，原本错误的看法会通得到指正。圣神要指正咱无信耶稣基督一种的罪，是一种为着自义来抗拒上帝救恩的罪。圣神要指正咱，耶稣互世间人定罪、定十字架，总是伊是一个义者，伊受着上帝差遣来到伫咱中间，也倒去到伫上帝遐，伊有满足上帝的公义。伊徛伫上帝甲咱的中间做中保，互咱会通因为伊的缘故，因信称义。圣神要指正咱，耶稣对上帝来的义者，世间人应该受伊的审判，总是世间人竟然要审判伊。这个世间的王通过群众非理性的审判，通过当初时犹太领袖的宗教性的审判，以及当初时罗马政权政治性的审判，判耶稣死刑，定伊十字架。要阻挡耶稣所传上帝国福音，就是圣神来要互人知，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审判这个世间，要赶走这个世间的王。毋但这个世间的王要受审判，上时每一个世间的人也拢爱到伫审判的台前来接受最后的审判。对这来看，十字架是啥物货？十字架是罪、义甲审判结合做伙的所在。耶稣被钉死伫十字架顶，伊是一个义人。总是当初时犹太公会甲罗马政权判伊是罪人，将伊钉死伫十字架顶。总是上帝和耶稣的十字架成做拯救的工具，要互所有罪人因为相信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来称做义。圣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互咱审察咱家己内心的罪，真实悔改认罪。圣神通过耶稣十字架提醒咱，毋通靠着家己的义，毋通靠着自义，要伫上帝面前来得到拯救。人就信耶稣基督，通好互上帝称伊做义。圣神也通过耶稣的十字架，甲咱讲，这个世界王已经受到审判，已经被赶走，袂通搁再控制咱的生命。上时圣神也要甲咱讲，有一天。咱拢爱面对审判，无人会通逃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是情所隐瞒，无人知的，敢若互一个物件甲伊砍掉的，咱看袂清楚，咱无了解。这个世间的掌权者无一个通知，若知，因就无将阳光的主甲伊钉伫十字架。总是到伫现主时，这个奥妙的智慧，这个奥妙的真理，上帝通过真理的圣神。来向咱显明，真理的圣神伫咱的内心，伊要做这三项工作，要互咱明白真理，就是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这三项真理，咱就详细来了解，好好来思考，通好互咱真正明白真理，活伫真理内面。这个真理，这个生命真理，就亲像耶稣所讲的：你若捌伊，你的生命。会通得到真正的自由，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是活伫一个白贼的世界内底，伫阮的四周围有足侪的欺骗，有足侪诈欺，有足侪白贼的话。求你着怜悯阮，因为阮的心真容易互撒旦背逆，互白贼话所欺骗，互阮家己内心的情欲所掠走。求你着怜悯阮，阮感谢你，因为你怜悯阮，所以你差遣真理的圣神来到伫阮中间。你教导阮知影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审判的真理。
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阮看起罪、义甲审判牵连做伙，帮助阮每一个仰望十字架的时阵，互阮愈明白圣神所要教导阮明捌的真理，通互阮的生命，毋是活伫无知内底，毋是活伫欺骗内底，毋是活伫白贼内底，互阮的生命是活伫明捌你的真理，常时行伫你的真理内面。主啊，你已经找见真理的圣神来，阮也欢迎真理的圣神来点伫阮内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